中華有一間柑仔店的頭家，40年前開1萬塊，甲一個姓陳的男子買100包的清潔萬能粉來賣，但是人客反映講洗袂清氣，所以攏銷袂出去。頭家真氣憤，認為去互對方騙去，就去甲告詐欺。但是法院講，因為台灣針對着清潔劑的效果，並無檢驗的標準甲方法，所以判無罪確定。一台青粉的車雄雄停入路邊，後車倒一個拍開，內底攏是物件。駕駛將其中一箱搬出來，就開始推銷啊。原來伊目標攏是地方的柑仔店。伊後壁對一個來買啦，啊買2包，1包賣200，啊2包400，啊過來就攏無人買啊。買啊，就是毋知經過幾年啊，人買等講，哎呦無，這洗無效啦。有人講哇，啊毋詐騙的，就講去派出所報告。有因強力清潔的萬能粉外包裝已經反黃啊！姓陳的查某人40外冬前買真濟清潔粉，放佇貨車頂4個底賣。若看到柑仔店就停落來，講這是鐵工專用的洗手的清潔粉，進貨1包100，轉手會當賣200，加上同時間有青粉的查某人出現，直接用400塊買2包。賣事干真搶市，這個柑仔店的頭家就用1萬買100包，驗過2冬來生意攏無好，人客佫講這洗袂清氣，頭家才會去甲告詐欺，想要到一個調查法院講，伊14冬前就專台走透頭底賣這款物件，防告失敗，詐欺攏無起訴。清潔劑是否有效，涉及到每個人主觀上不同的感受，也涉及使用手法、使用量、操作方式等非常多因素的影響，所以並沒有統一的標準方法可檢驗效用。如果沒有標準體和檢驗方法，是沒有辦法檢驗的。檢方上訴到高院台中分院強調講，這個姓陳的查某人安排人客，或者個頭家有錯誤的認知。抑毋過法官認為講，銷售人員攏會推銷，然後顧慮會當拒絕進貨，進貨了後，這個查甫人才出現，所以講這個行為無影響頭家進貨意願。檢方上訴甲拍轉去，判這個姓陳的查甫人無罪確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